阿迪哥今次嚟到坦桑尼亞嘅桑吉巴島咧，就去咗一間好有特色嘅餐廳。餐廳嘅名咧就叫做 The Rock。餐廳咧就建築喺桑吉巴島東岸 Panvi 沙灘上邊嘅一嚿石上邊，因此咧佢個名就順理成章咧稱為 The Rocks。當潮退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沿住沙灘咧直接行上餐廳就得噶啦。但係如果遇上潮漲嘅時候咧，就必須坐船接駁咧，先至可以登上大石上面嘅餐廳。呢間餐廳咧就算係一間 fine dining 嘅餐廳，因此咧價錢都唔算平，每個菜式嘅價錢咧平均介乎28至35蚊美金左右。餐前嘅免費開胃小食咧就突顯咗呢間餐廳係一間高級食府。我哋咧就一共點咗4款食物，包括咧番茄醬小龍蝦、茄子闊條麵、海鮮醬意大利闊條麵、海鮮紅米飯，仲有燉龍蝦醬配小米飯。整體食物嘅質素都唔錯，最重要咧當然係可以瘋狂打卡啦！